庙会活动常常用来炒热着气氛的铜锣，是传统的打击乐器，嘛是北管的戏曲袂当欠缺的乐器。其实各种形状、各种大小锣所呈现的音色，效果拢无共款。现代的打击乐团，像悠人新鼓、像朱宗庆，拢甲铜锣应用伫个表演的曲目。朱宗庆乐团有一首《锣之声》，就是以铜锣为主要的音色。全台湾有8成的铜锣，拢是宜兰一间已经传承3代人的铁工厂做的。第一代的师傅林武，为日本时代开始来做锣，伊甲后生林立基，拢得到国家新团奖的肯定。即卖第3代的林浩贤，嘛来加入到传承。继续，咱就来看做锣的世家，坚持一架子的故事。大家第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很神奇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锣的声音。本来讲几啊种的，我是自早以来就坚持用较早的做法，一个使命啦。老爸要放的，你也去接受。让人家走进来，就是接触，然后认识什么是锣，它的珍贵处是在什么地方。他们所做的这个锣，真的是我们台湾的骄傲。循声之境，它虽然有着不同的声音，可是当那个锣敲下去啊，整个氛围就改变了。它很自然的就带我们到很像是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，被声音这样嗡嗡嗡，这是震到的按摩跟舒服的感觉，而且会很容易的就让我们进到很内在的这种世界。当锣声类似有一种魔力，让入咱的心内，产生共鸣。锣之乐听起来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用锣来唱歌，这件事情是比较难得的，因为一般的锣就是当做一个点，或者是当做一个氛围感。为传统戏剧台的配角，先起嚟做打击乐的主角。这首《锣之乐》是朱宗庆乐团配钢锣优先打造的乐曲。我里面用了大概没有70-80面，有50-60面的锣。比如说把它放到水里面，它会发出高低音频的不同。还有我把它比如说把它倒下来，然后敲奏它，用棒子敲，用手敲，就用各式音色去展现它的可能性。除了大细锣，更运用泰来锣、混锣、朱地锣等等，其中20个音锣会当扩大关键音的范围，卡出每首是更轻同款好听的旋律。乐团挑战重新演出，歌名的讲解是因的底底。一开始也没有特别知道说我们敲的乐器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声波锣，非常的好听。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那是林武铁工厂的锣。还会花，感觉会花。响亮的敲击声，在宜兰这间铁工厂传甲真大声。当来打造铜锣的是71岁的制锣师傅林立基。这美角就是讲，袂使拢讲中边嘛爱讲，边爱先天开，才是讲内底。制锣的头一步，中心点爱对出完美半圆形的锣材。那林立基，佮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倒卡手，拿大架铁皮仔增加压力，一步真正力。和后生林浩贤负责。机器哦，伊的大细力哦，甲人调整那个大的细力，较袂遐标准。我们爸较早就手工啊，我嘛是坚持用手工啊。你咪讲安尼足慢的吗？慢无法度，要物啊好就是安尼。等锣在成型，刷落来对锣面，需
需要侪人分工合作。林立奇换手，交予阿兄林立辉甲后生继续。面子这个讲较定，伊这个重啊，伊就较定，较面子较有声。你若规日当帮来吼，煮安尼就去烧，就无迄个声音就袂好。好的当劳爱经过千锤百炼，这是林家超过一家子的坚持。1947年，林立奇的老爸林武创立铁工厂。当年有一个北关的教师要修理铁螺，要向铁头搁拄着好手，是讲林武意外修理甲真好势。阮爸着伫铁路搭相做，才做重的，直直研究起来。美军伫咱遮的时，国民团的时，第2啦，迄一面路才卖2000几块尔，遐怎真大？啊，阮当路还佫开口甲刻花，刻成梅花。啊，美国人来遮做2年3年的兵爱转啊，伊甲咱买这，因在美国无啊，啊，就看咱这讲遮爽，伊才买一面堆互因雇佣的囡仔爽，头啊吼，这个古甲。南管啦、北管啦，靠迄落囡仔要学，乡怎个时代，啊靠人要学，啊人就济啊，就学就路就靠头伫烧啊。一雷天下响，当然就叫做点来的招牌，因为实力好甲爱烧草，包括林立奇、林立辉、林家5个兄弟，拢爱学做螺。打这一片哦，它的弯度哦，要像这样。差很多，弯度差很多，就是要不断的从这里打，差不多要打3个钟头，差不多3000的大腿，打3000下。做螺的过程，要互当地的当片变甲圆巧，像清片断腿，一下拢袂当减。老爸林武教予后一代的工艺甲信念，正认真。行大厝的钱啊啥吼，迄咱无注意，手会讲着啦，脚讲着，我甲你看。啊，行路，即讲照年来，你慢吞吞咯，伊就甲你较紧的啦，来好精神的啊。阮爸讲，螺是爱做善良，毋好讲了凊彩钱摕来就骂人安怎？应该这螺也歹，莫骂人。咱做善良，啊，林外铁工厂做当劳。真可取。对于当劳真正体力，嘛考验因合作的能力。劳顿爱心鱼，也大几个铁腿也累喊，天啊固定，掌握形状，必须爱3个人合作，一个拢袂当减。啊，有的人是用较简单的无用拍的，甲材料交弯弯接起来。啊，但是迄起来声音影响着声音。好像这几把就是我们自罗常用的几把铁锤，还有大的小的，啊各有各的作用了。这个的话就比较特殊，这个它是平面的，焊完的时候要把焊接的地方踏平，像这把也是，哦这把铁锤看就知道它跟肚脐的形状相似，对，就是。我们肚脐敲完之后，会用这个再做一下修饰。在过程中，爱用到一寡铁腿，第3代的团员林浩贤拢正了解。小时候都没什么休息，就是固定休礼拜天啊，可是礼拜天还是会有客人来修理螺啊，买新的螺这样。那个印象就是一天到晚都是敲打声音。林浩贤自细汉汉操正好。高小6年时，对当业10磅的大铁腿，对老爸甲阿伯因继续当劳。愈来愈大汉了后，嘛对这份工艺产生使命感。一直到大学毕业回来才，就看爸爸一个人还是很努力在做啊，很坚持这样。我感觉伊家讲是一个使命啦。老爸也放的，啊你也去接啥，爱去接啥，上来就去做啥。做螺的最后一步，爱将螺面甲螺盾结合。虽然林浩贤自细汉学起，
早下又完成做伊上困难的挑战。曾经试着下去焊一面螺啦，一面螺焊一个早上焊不完。然后后来就是奇怪，我焊一面螺可能2个小时就好了，或是1个半小时就好了。他就在我们一直看，我就一直焊，一直破洞，一直焊，一直破洞，就一直在补那些破洞。医学院毕业的林浩贤，因为老爸这段话，让伊放弃做医生。你也要找哦，全省找几啊万个教师，你也要找做东路的老师哦，多请我一个。他是觉得这个技术很珍贵啊，要传下去。拿不起铁锤做大铜锣，我们来 DIY 做小铜锣。现在我们来请浩贤教我们做小铜锣带回家。浩贤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这里有2个模具，把它的螺的面的形状冲出来，之后另外一个模具再把它的边修出来，这样就完成。当片放一无久，也剃头也大力甲讲，在飞机上就是这名新郎。哦，我不用扶。好。我好害怕敲手，敲断了。没事。我好害怕敲到你的手。我要一直把它往下敲吗？它会穿过去。哦，它会穿过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小铜锣做好了。迷你版本的小铜锣虽然卡袂出声波，也不过民众就体验制作的过程，挖进传统工艺。我就给爸爸这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其实你可以让人家进来工厂做，体验完了就带回家。就我想让人家走进来，螺是怎么制作，为什么要使用螺，它的珍贵处是在什么地方？林浩贤为替工厂组织新的活动，让林家制作的工艺会当更加进步。听写便规是制螺师会基本功，虽然林立奇因为长期打造铜锣，职业伤害第4位当听，也不过调音一点啊拢未识觉出。调过头它就高一点，调低一点它会变成这样，就是要调到它平衡的，就是3点平衡。起码这个声音就正确的声音嘛。正常的音甲头前的音，甲即卖音比较，打一口大脑随去思考了，啊唔对，调错准啊。若对就搁进一步按调去，调音是用来调啊。一般庙司顶头，老写油灯响亮，对当单口标准。林家制作另外一个焦点是会当调出会唱怪锣。数字1是哆，然后往上的话，它是越高音，锣会越小；往下的话是越低音，锣会越来越大。哆的部分，瑞，哦，这个瑞就很准。它的误差只在0.0几而已。照着现代调音器，林浩贤将老爸制作的18音改良发展到49音螺，差不多所有乐曲拢会当演奏。这嘛让林家铜锣得到朱宗庆、友人成果等等出名乐团的肯定。这样说心里感受说，哦，铜锣能够玩到这种地步，把那个声音呢表达的淋漓尽致啊。也才有佩服吧。他们也很佩服你的技艺。哦，佩服他。为林乐期间，各团到林立奇，这两代拢得到国家新团长的肯定。第3代林浩贤要予好名声继续传响。这个技术应该是说得来不易啊。我老爸嘛甲我讲过吼，这个行业虽然是近黄昏啊吼，伊要搁继续做，啊我嘛要搁继续做，我希望阮囝嘛搁继续做落去，能做就一直做吧。老师傅坚守初心，新世代传承唱书的风范，匠心大气，制作铜锣传统技艺，创新的造价。